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日早起，你上班敢有专心，还是咧看野球？澳洲2支红不让3-0赢台湾。台湾第一战是KK发挥也是无完全，球迷搁较拍拼要来支持看落去。台湾野球的香火才会愈久愈流传。今仔日四位专家甲前球员斗阵来讨论。来，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我的偶像，嘛是三商虎队的名将，人讲是刷鱼的陈永生。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咱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前球探张胜宏。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呢，澳洲 Queensland 印第安人的这个棒球的这个俱乐部的前成员柯建营。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然后呢，还佫有前体育台主播陈凤仪马上来到现场。首先，咱先来听今日詹教练在赛后伊的讲法。咱咧讲吼，球是圆的啦，而且吼，伊经过了进前吼一摆，大家吼就知影讲头一摆输吼，这毋是输，但是爱内面爱看到啥物物件。咱先来看吼，先摆咱讲，即摆今仔日拍，你感觉爱观察啥物重点？当然开始咱所安排迄个先发指导手吼，徐若曦是表现得真好吧？当然，他在咱影片嘛有看到即个总教练，就是讲拄到即款的大比赛来讲吼，就是讲无迄个讲设定讲轻几强吼。即种大场的比赛本地叫做接力战。哦，嘛毋是讲啥物车轮战、接力战，我若设定的投手的迄个局数，也是讲伊个看度高的时候，虽然已经换得足好的，我是感觉虽然讲迄个接手的，接手的，徐老师要来讲，虽然讲伊投了真好，但是决定落去第二个去跳起来，这个安排是真好啦。但是咱是讲无得去设定讲接起来投手是即款的情形。当然，我要讲一句话就是讲，咱所摆落来今日。安排投手来讲，所有投手，敢若即个第二任投手，即个陈柏宇来讲吼，伊较早拢伫迄个农场咧比赛嘛，伫迄个美国农场咧比赛，足少迄个只有讲无迄个去接触大场面的啦。哦，你像讲咱所有投手，包括伫日本的，哦，拢伫包括伫台湾比赛，包括伫即个联盟内面比赛的经验，会使讲敢若即个第二任投手陈柏宇无即款大场面的经验啦。所以，咱有人讲这个牛皮，你有看伊的情形，看会使袂使，这个放出来，应该是拢看拢会使啊。但是像咱会知影讲，会出来就去人牵着。比赛就是安尼吼，有当时你伫迄个补片，你练习是好好，但是起的时阵吼，迄有当时迄你心脏有够强哦，因为是接手的投手，我迄有当时咱无法度去预算的。若捌打咧，你感觉咱敢若3支捌打？确实来，当然在赛前吼，咱检查即个效益哦，即会使讲，我本来就足期待伊的比赛，安怎讲诶？伊向向走身体有小可受伤，甲伊的母队即个算讲吼，检讨了后是无适当回落去比赛啦，无伊真正伊敢迄个战车咧。伊啥物场面拢无咧惊的啦，真可惜。迄有带动的作用。而且咱佫一个伤兵，队长，中早佫受伤，实在担啦，但是大家佫是真有信心。卡洛森你安怎看呢？即摆今仔日的比赛，对，我感觉运气啦，因为所有的比赛。伫即款关键的比赛，运气拢至少占3成啊！吼，所以你像迄职业队哦，伊胜率啊，伫迄3-4成，歹的球队至少拢还佫有3-4成。那么今仔运气就足明显无徛在咱这边啦。哦，咱来回想讲，24年
这个12强，咱甲韩国咧拍的时候，韩国迄个先发者投手，安排袂爱扣伊的武器球啊，伊只要牵好拍的球去安拍嘛。哦，较一路，因为迄场比赛赢了，大家足欢喜。较有信心。嘿，我当然这影响真大。啊，相对的，今仔讲起来安排嘛是运气的一部分啦。今仔安排，相信大家若有看比赛拢知影，迄真正有限的啦。我搁坐喺遮看电视安尼判嘛比伊较准。哦，咱遮有几张即个图卡哦。哎，哦，你像这两粒这要安怎拍？这讲真诶，就像人伊甲算 strike。伊嘛甲扣啊，吼，即个红的部分就是伊有扣的啦。吼，那么咱甲看即个买球的部分哦，足明显的用澳洲即个pitch者，其实买球拢足明显足离谱。哦啊，但是因为安排伊都黑白扣，听即个安排是古巴的啦。啊，伊敢若嘛捌徛过国际比赛呢，今仔看安尼是张林生。啊，但是咱的洛西咧投的时阵嘿，伊敢有判甲真离谱去？伊是有一寡球无甲扣无毋对啦。啊，内洛是因为伊的威力太好诶，所以伊二会掉啦。啊，我感觉伊今仔影响着较大诶是咱的推野手。哦，你像菲尔切哦，我感觉咱这个古巴的主审哦，可能看一垒线无好，因为一垒线有哪算菲尔切哦。啊，伊即马挂在遮。怎找一番这个飞车出去的款？你甲看，我这判到真正有够离谱的啦！得咱头头讲，我电视坐安尼看有无？我咧判嘛比伊较准。哦，啊，你像姜昆宇亚英这亚甲叫用三信。这球都伫要掉头啊，伊嘛甲扣呢。哦。嘿，啊头啊，咱咧看是感觉，这安排敢若袂爱加，结果才加伊嘛扣啦。啊，伊即个甩起拢的标准到底伫咧对？哦啊，这就对咱影响真大啦。尤其你像一番的，当然大番拢加减嘛有影响。一番 fair shot， 几乎大概起来安排拢加送伊一条好球，安尼是要安怎拍？哦，两摆一好，甲一摆两好，迄是完全无共的状况。选择。对啊。哦，买球这先是对打者有利嘛？啊，你啊本来应该一好球呢，还是无判好球，去互判做两好球的时，这时就顾在起个烧顾在啊！嘿，真正愈讲愈气，顾在安排甲你，顾在pitcher甲你算啊，哦，都到处会让甲你骗的刁的安尼样，我感觉这真正这差真大。嘿，啊，我想要甲这点特别甲讲出来，因为我相信做个球迷今仔一定真无欢喜啊。但咱来了解这个前因后果，哦，莫黑白怪啊。哦，咱的球队也拍甲真辛苦啊。哦，但是有一寡代志咱来替因讲出来啊。嘿，我相信因家己嘛知影啊，咱的教练嘛真故意啊，无处理花啊。其但是照是讲，应该是会当出来。应该爱出来，啊，出来关开。好，吼，你以我家己，上无爱来表达一下吼。是，以我个人啦吼。我对捌比赛你嘛时，徛过安排嘛？无我去做过教练，好。啊，捌抗议甲吼去互赶出去。啊，我为着球队的气势，因为有当时咱出去是拢牺牲咱个人的形象咧为球队嘛。啊，当然这有当啊人别人无了解。我捌做甲安怎个，搁啊铝包拔起来，等出去场外。哎呀，这就是为着球队的气势，为着要挺家己的选手啦。哦，所以有当时咱不得不做这个动作。我张教练啊讲，张总教练啊讲，我来拍啊。嘿啊，但是我唔是怪伊，我是感觉伊是一个故意人，嘿啊，我无遐故意啊。嘿啊，咱西班牙文无啥会通嘛，但是骂人的拢会。嘿，我就出去甲迄古巴咧讲啊。哦，是。哎，我要来请吼，建议下，你感觉即摆呢？有人讲啊，这牛病，这真歹讲啊，敢有一定爱即个像头仔先摆讲啊，这位无徛喺大场面呢，
安尼敢通好来检讨，还是讲无啦？这就是好歹教育。坦白讲，我是真同意前辈讲的啦吼。你大场面还是讲小场面，其实有差啦，因为你的抗压力是有差的啦吼。但是我要讲就是讲，我必须讲就是讲，今仔日的投手吼表现起来算会当接受啦，因为3分尔啦。但是问题是，就是讲咱的捌打无出来啦，吼，因为进前的迄种的热身赛时，我伫台湾有看嘛。啊，你捌打就拍袂出来啦，你对软体也拍袂出来，啊，你对火腿你也拍袂出来，吼，啊，唯一会当寄托的就是李浩宇，啊，个江南神龙，因为江南神龙伊虽然是混血洋将，但当代表咱，啊，伊今年伫迄项的小联盟是有3胜的，吼，打击率阁有20支轰不让哦，这是足好的炮哦，应该会当做第4番的吼。但是我要讲的吼，今仔日比赛了，其实我是有收到阮某的传媒是祝福个啦。竟然讲为什么会输澳洲啦吼？但是我对要讲来讲，我其实因为我伫澳洲读册嘛，伫澳洲有咧俱乐部拍球啦吼。我要讲的来讲，其实袂当去看轻澳洲啦吼。我要甲你讲，我要讲的来讲，我伫遐拍俱乐部拍球，澳洲有咧拍棒球的人吼，坦白讲吼，袂比台人较少啦。吼，主要是因为澳洲的伊的向的爱运动的人伤过侪，所以就是向的澳洲的骹球，吼，啊个一般的骹球，个橄榄球，吼，啊个篮球，跩足侪个包含板球，所以拍棒球的人看的足少。但是事实上，伫澳洲吼，咧拍棒球的人差不多有3万几人，啊这是有注册，啊拢爱交钱的，啊差不多有要500个俱乐部。啊，一个俱乐部阁有几啊支球队哦，伊按向个少棒一路到成棒拢爱有。比如讲，我迄个俱乐部差不多有8支，啊，向个18以下就差不多3支4支。哦。吼，啊，阮有3个球队，啊，阮成棒吼就有3支，啊，我是拍上尾迄个上低，因为阮出去比赛有无共个 level。吼，啊，我是上惊拄着头头有讲，我想啊，拄着向个上一个 level 落来，迄拢足强个啦。吼，啊，所以讲因其实是足完整的啦。我敢若讲3万几人要拍吼，你爱一档啊交的迄种会员费吼，差不多要3万块台票啦。因为伊包含全部的迄个俱乐部的行政费啦，个你的保险安排的钱拢爱付啦。但你若伫台湾，我一档叫你交1万块，你敢要拍？无可能啊！无迄个方向，咱台湾拍垒球的人是足侪无毋对，但是真正拍棒球的人吼。无比澳洲人较济啦，所以伊的实力吼，差不多拢是稳定伫遐。吼，啊，当然啦，讲找一个较厉害出来，你着代志大条啊。因为澳洲伊嘛有职棒啊，澳洲的职棒即10几档就是按4队一直到8队安尼来回。啊，而且咱坦白讲来讲，韩国啦，啊个日本个台湾吼，若讲比如讲季赛阵表现较无好，但是伊本来足厉害吼，拢会送去遐调整啦。吼，啊，比如讲，我进前伫澳洲读册时阵，我是上记忆较上是就是有一个叫做日本的巨人队球员吼，叫做龟井义行。哦，伊足厉害啊，但是迄档就拍无好，啊去遐时阵就变做全力打王，转去了后就拍足好。所以你也知影讲，其实迄个所在袂使讲为什么输澳洲，他们讲人有实力。讲啊，你16名，咱11名。人有实力，咱摕2004年雅典奥运的银牌吼，你就知影讲，因其实有基本的实力。一定的实力。啊，就是讲，咱坦白讲，就是讲，咱真正捌打无出来啦。而且我要讲的就是讲哦，咱台湾的野球是进步足侪啦，尤其是防守。吼，以前你看哦，咱用的巴塞罗那奥运，咱摕到银牌。就靠2项啊，第一项郭李建夫，第2项手背，就安尼尔。好，啊，咱手背当然足侪是按日本去学来，所以咱即摆手背袂像以前共款啊。好，因为像讲，因为在场拄啊有前辈是33岁，我以前是33岁的球迷啊，33岁了后我就无来看台湾的球啊。啊，33岁迄阵上看诟病就是啥物？手背啊，你有3千克，但是手背都一直辛苦，你都无法度啊。我记忆是足深刻的，尤其是迄阵啊，
咱的杀到吼，三山虎的杀到侯明坤，一局会当4无2变，我记得足清楚啊。OK， 其他的。哦，这吼，啊，洪毅，你安怎看今仔日比赛？其实我感觉讲吼，我甲大家咱现场的先摆的看法其实差不多。我感觉讲，其实比赛本来就有输赢，无可能讲哦，因为讲咱2024年咱摕到世界冠军以后，大家拢开始感觉讲咱其他拢变做足悬的。但其实不管是啥物该战的比赛，迄个其实拢有输赢啦。尤其像经典赛这种一级的，啊，人咧大联盟一级的选手拢出来比赛，所以本来无迄种包赢的啦。吼，伫个咱这组内底，不管是澳洲嘛好啦，捷克嘛好嘛，韩国嘛好，日本也好，其实拢是足强的对手。啊，我个人感觉讲，我对咱台湾队今日头仔讲着讲补片嘛好，还是讲规个咱投手的表现，其实我认为讲咱的方向算是正确的啦。只是讲球是圆的啦，吼，有的时阵你这个球就是去用拍出，有的时阵，譬如讲陈柏宇啊，你收少年，吼伫个这个压力较大的舞台头顶，你面对压力也可能表现无。啊，洪毅，你安怎看讲，因为捌大较黏？我感觉这其实就是一种训练。我感觉这其实伫个，尤其是面对像经典赛这种该战的比赛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感觉讲，咱其实讲浩宇受伤真可惜，但我感觉上可惜是迄个张兰生拢无来啦。当然头仔先摆有讲啊，伊是拍这个红葡萄会使拍20支，这是一项。但是我感觉我对这个张兰生拢上大的期待，就是讲伊伫个美国这个球探报告内底，伊是一个球棒最黏的一个选手。对啊。就讲伊迄个球探报告拢有讲，迄比较看落就是足闲的。是伊会对这个叫 late break， 就是讲你要到本垒的时阵，最后甲射出去迄种变化球，伊对迄款球的反应是足紧的。反应是足紧，足罕的讲去用骗去的啦。所以我讲其实这种的这个推下手，对像经典赛这种的比赛，其实足重要的。像我讲，因为经典赛，不管你是偌厉害啦，像讲咱后一场要对迄个亚马迄个山本由伸共款，你偌厉害，你伫个这个第一轮，我骗你这届就好啊。对啊，你的用球数就是65球。对无？你牵甲愈好，拢是50球你就爱落去的。所以讲，你也是讲你的推下手有够黏，其实对你的球队就有足大的帮助啦。所以我是感觉讲，今日这场比赛过也就过啊。啊，我感觉讲吼，就譬如讲，咱要来咱公司台期台有几啊条路啦。你会使为内湖过来，会使为南港过来，会使驶高速公路，会使坐捷运拢好，其实足侪种的方式。台湾队要到迈阿密就是一条路的，第一条路今日需求，所以第一条路咱想讲上简单的迄条路，可能即马未通啊，但是不要紧，一场一场来啦。因为就算讲咱今日拍赢澳洲好啊，无一定结果咧，是嘛？你后一场对日本嘛是爱赢，所以我感觉讲嘛无需要想伤多。我感觉讲今日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哦，我感觉讲只是讲咱临场的这个表现，可能大家结果唔是咱大家所满意。我有先检讨我自己，我有叫阮太太，这种一日球迷卖看，应该互伊看，哦，看了袂要紧，安尼哦，大家来斗乌烟啦，吼。但是我要先请教先摆哦，这个捌搭会黏袂黏，是毋是甲因为大家看到这安排吼，这。啊！伊这摆的球啊，扣起来，伊都唔敢出手，这对心理上，你做一个打击者，这对一个捌打徛伫这本垒板的时阵，你的心情是安怎想？啊，当然了，拄到这款的所有选手，绝对拢是捌拄过啦，吼。只是讲你拄到迄粒球，你感觉有一寡偏差，迄粒球迄是第几粒球？哦，你若讲。往咱咧做选手咧拍，咱第一粒球系好球的时候是偏差去的，你感觉是偏差去的歹球，啊，做先判好球，其实迄个影响无介大。即马上惊就是第一粒球好球，第二粒的时候好球的时候，去偏差的判法的时候，迄偏差就足大啊。因为你要面对的就是第三粒啊。就伊就赢面较济啊。对啊，所以迄第时间你要做一个应变，要一个，所以讲。判了唔对的时候，你刷了已经面对第二个好球了的时阵呢，突出来去以后时阵，你要应变的时候，迄思考是足短时间，你袂使去想啊啦。
袂使叫笑。啊，当然，咱嘛希望讲即届比赛吼，即款的小可爱偏差的即个判罚咯，毋是伤态，哦，毋是伤态。啊嘛，无爱讲是针对的，咱永远是无爱看即款物件啦。当然，你若讲咧比赛中间哦，他都要迄个老师嘛咧讲，哦，建荣老师嘛咧讲，就是讲吼，迄个应变的能力。哦，就讲江南山弄无来，伊应变的能力啊，就是讲迄变化球看到尾啊，有法度看到尾啊，迄应变能力啊足重要的。哦，尤其是咱所要对日本队，哦，即款的球队来讲，这马达确实啦，今仔是表现了无介好，哦，无介，当然有一个压力啊，在第五局的时候，讲领先了后，尤其是弄红不让讲领先了后，迄对所对推野手来讲，大家都压力足大啦。因为咱看即个比赛2点外钟尔，比赛迄个节奏真紧tempo足紧的，所以你 tempo 愈紧的比赛吼，选手会愈急。啊，但是你若无伫咧球场，你伫咧个打击区咧讲的时候，你啊随时爱看对方的投手，伊的配球也好，伊的准度也好。当然，你若一轮了，第二轮了，愈后壁后段的时阵，你都有迄个。当然，因投手伫换咧，你甲即个排出来投手，绝对无法度互你看弄第二遍的啦。哦，拢伫换包括咱嘛是共款。哦，所以讲进前迄个像咱的先发投手，即个若西啊，伊牵53粒球嘛，迄个教练冇讲啊，迄就是无爱互面对第二轮。哦，这安排是拢对的。哦，只是讲从佢尾啊，拍球要拍分数还是扩大球。哦，希望讲咱明仔开始，迄个黏度爱出来。哦，结果是咱先莫讲，迄个目顶的黏度，哦，爱出来。迄毋那是阿达利的问题啊。对，哦，调球率、甲你的黏度、应变的能力这三项。是，啊那谢宏亚你安怎看呢？因为即马吼，这大联盟，而且这比较爱投球吼，垒上有人的时阵15秒，无人的时阵18秒，这对咱国的这个选手有淡薄仔影响嘛？其实这就是适应的问题啦。啊，那么咱若有针对这个规则吼，比如讲咱咧分组啦，咧练习的时有特别去针对这个时间的限制，落去做练习吼，还是讲比赛咱就照安尼行，应该就大家会较适应啦。那么你也讲进前正式的比赛还未开始，你讲无针对这落去做吼，可能一定是会无啥习惯啦。哦，譬如讲，pitch伊就加拖一个，我时间到，迄样判一个，哦，比如买球安尼，哦，这难免会啦。但是我相信，因这大部分拢是有一定经验的职业选手哦，应该咱也伫即个进程有做一寡练习啊，啥物货应该还好啦。因为其他的国家嘛是安尼咧比赛啊，哦，伊嘛受到共款的限制啊。所以我感觉这应该是。但是这个赛制话，真侪人讲哦，这暗时拍煞，隔天刚早起11点就开始搁第2场，安尼接要拍。啊，当然，大家嘛共款。对。啊，这都好歹二分啦。哦，当然因是安那排，咱唔知伊到底有抽签无？哦，还是顾在因家己，这队我看到较介意，无甲排好较好安尼到底是安那排，咱是唔知啦。伊赛程就公布啊嘛，可能无抽签嘛，都在因排啦。啊，但是就像主席大哥你讲的，其实这都逐队拢差不多啦，拢难免拢有好有歹啦。像讲咱看日本拍完，隔工中昼是对迄个这较无遐用嘛，所以嘛还好啦。好啊。过来较对韩国，我感觉安尼是伊也会当接受啦。哦，你若讲哦，日本拍完，隔工中昼去拍韩国，那么安尼就真正有较食力。迄就较食力咯。是。但是，若是谢宏亚你看咧，这场看了后，你认为，咱台湾还佫有机会吗？有机会啊。譬如讲啦吼，当然后壁安怎发展咱毋知，譬如讲日本总赢嘛。啊，像咱输2球赢韩国，啊韩国搁输2球安尼啊，就爱落去比迄个所谓的迄个对战优质率啦，就是比
啊，看个输哇，得分失分嘿，得分失，就像咱顶一届2胜2败啊，比分数比输啊，因为第一场失伤侪分，尾啊变分组第5嘛，2胜2败第尾名，这是毋是真奇怪啊？但是就是真正有发生过啊。嘿，所以这嘛真歹讲吼。所以咱有顶一摆的经验了吼，我有甲阮某安慰啊，讲你有得看啦。你就放心去看了。是。我今仔是用你上班的分心啦，你唔通看，啊下厝互伊看咧，应该是袂安怎吧？安尼啊，来，柯老师，我是认为讲这个赛程咧安排吼，基本上当然日本伊有迄个所谓主场优势啊，伊全部拢暗时啦，吼，所以伊绝对有优势，但是问题是讲，伊这个赛程对咱其实是嘛真有利啦。为虾米？因为吼拜六暗时日本和韩国拍了啊吼，咱和韩国吼是隔顿港的11点嘛，吼啊11点变做来讲，伊拜六暗时日本和韩国掐了后，韩国是精疲力尽，隔顿港透早爬起来和咱去相战啦。所以我讲这其实是安排是对咱有利的吼。啊当然啦，当然嘛就是讲向的要安怎讲就是讲有法度晋级无？当然嘛是有法度，像头仔讲的，咱赢韩国，但是咱赢韩国吼，绝对来讲，咱失分爱较少啦。吼，比如讲你讲13分，这场13分 OK 啦，因为若讲拢平的时阵吼，一定是比对战优质力个失分率嘛。看关系了啦。系啊，因为失分率成比嘛，吼，所以这是我是感觉讲这是有机会啦，有机会啦。啊，当然啦，讲咱这个 tempo 的问题吼，我要讲就是讲，今仔早拍2点半钟也无够嘛，对吧？吼，坦白讲，伫台湾的热身赛嘛，差不多拍这个时间啦。表示讲怎？表示讲咱的巴达吼是去互对方的pitch者吼。节奏抓掉的啦，比如讲昨昏吼，就是讲信鸿先摆咧有咧讲，我即个先发即个投手吼，伊的节奏安怎？我就伫个脸书下骹甲回讲吼，克利斯啥物？就是30当前吼，兄弟有一个投手叫做克利斯，足侪八大的伊的遐个 tempo 就是去互即个克利斯食死啦！你无去甲扰乱伊的 tempo 吼，你把它破坏去，是你的 tempo 去控制啦，嘿，这是足重要，所以我一直想讲，就是讲为什么讲擘大无发挥吼，这是较大的问题啦，嘿。这应该是总教练嘛，应该有小可有想法吧。其实我感觉讲，咱即届台湾队较吃亏，就是因为讲咱去日本以后，因为天气的关系，减拍一场官办热身赛。对。哎，记迄工咱迄场对有拍对软银迄场拍完以后，比如讲咱台湾队的选手去留喺现场继续练，你会知影讲对真明显对咱的这台湾队来讲，这比赛迄个感觉较少无够啦，啊实在是无法度就讲，因为天气的关系啦，这可能嘛是运气的关系，所以讲可能嘛因为安尼影响到咱台湾队伫正式的比赛的这个。打击的表现啦，啊，其实以咱历史来看，其实咱顶一届嘛共款 ，WBCQ 嘛共款，其实台湾队第一场常常拢拍了无啥好啦，可能较紧张吼，嘛可能嘛较避暑嘛有可能啦，甲咱台湾队也是讲要有好的表现，拢一定爱讲，投手表现了袂歹，啊，咱搁先得分。咱先得分，其实咱的这赢的机会就变做较悬啦。当然讲，我感觉咱球队的实力一直伫咧遐，只是讲可能是这心理的压力的问题，面对压力的这个表现，会影响到咱选手的表现啦。所以我感觉讲，就今日较可惜的就是讲，其实投手算讲有发挥，徐若是一开始的时阵，起了算讲是真好，真的是咱台湾第一的pitch者，但是就是讲咱的巴达拍袂出去。啊，但是讲安尼拖，这其实甲咱12强对日本的迄冠军赛其实共款，其实差别就是讲，讲咱对日本迄场，咱最后林嘉胜拍一支红不让，咱先得分，哎，士气就拍，起来啊！今日这就是，比如讲，咱呛死，比如讲啊，即届变做讲扣人先得分，啊，比如讲就规个拢消风去啊啦，所以这是较可惜的啦。啊，我嘛感觉讲头仔先摆讲，拢真有道理，就是讲咱即个拢因为经典赛啊，讲
要pitch 要研究这时间的限制。其实我感觉这是对打者来讲嘛是共款，因为你pitch有压力，爱较紧甲球牵出去。其实你的打者面对着pitch的时阵，嘛是，伊嘛共款啊。你爱反应的时间嘛变爱较紧啦。所以讲这其实嘛袂使讲啊，拢是吃亏，拢是pitch 尔。其实对推手来讲嘛是共款的压力啦。啊，拍暗号的人嘛，是啊，较流利拢爱变较紧啊。有诶拍暗号拍，若像以前迄个，我会记伊个老教练，我无到体都毋知，你都无啥个。是啊，所以我感觉这其实就是我相信讲，咱台湾队一定是有对这一定要做一寡练习啦。只是讲像我头所讲的，咱就是比赛的这个感觉，可能是因为减一场啊，拄啊无法度讲伫个。面对讲伫个经典赛即种较大的压力的舞台头顶，无法度足紧去做反应。这是比如讲，咱今日即个比赛结果，毋是咱想的迄个结果啊。有诶人讲吼，是讲，咱这真济吼，去到外口去拍球的，拢无转来，所以这一次的即个实力吼，其实比顶一届较低。但是我想讲不对呢，这顶一届出手的时阵。你名单摕出来嘛是让人叫人嫌嘛，嫌甲突然间就变冠军啊，讲话是真好。所以我要请前辈，你安怎来看讲，这个名单摕出来的时阵，那一般的球迷应该安怎来看待啦？有法度入去国家队的，我会认为是大家拢足好的选手。只是讲本地咱设定的选手啊。无机会等来安尼尔。比如讲，咱即个其实选入来国家队来，讲效益来讲嘛真好个。我是感觉伊是一个正车的选手啊，是真正足遗憾的。赛前有伤势。伤势对。这点较可惜。啊，无以伊的即个迄心脏来讲吼，伊有法度带球队做头前的迄款气势的选手，这点有较可惜啦，有较可惜。啊，其实个另外一点是讲即个。投手的时间限制，甲推啊手的时间限制来讲，其实用这时间，这计时的这款比赛赛制来讲，咱台湾嘛差不多有3年啊，上少啊。嘛应该适应啊。迄拢无啥物问题，我是感觉拢无啥物问题。啊，搁包括这个，当然咱一年一年有咧改变啦。你比如讲像迄个投手的垒上若无人15秒、18秒，对，这是大联盟嘛。啊，咱台湾旧年来讲是20、25嘛，啊，今年才进入到进入到这18、23，慢慢咧改变。当然，咱国家队选到包括连续赛，对外拢是用这个标准上严格时间标准来训练。其实这对选手来讲无啥物适应问题啦。从基本啊，讲说，因为这今年第一场表现无好吼，所以讨论的问题足济。你包括之前这赛前的连续赛啦，你包括天，当然啦，输球就是安尼啦。当然这拢会使去讨论的啦。所以迄个赛后总教练嘛咧讲嘛吼，这场都过去啊，为明仔载开始啊。明仔载当然我看啦，绝对是这个麦当伦来讲吼，一定会做调整的。即摆就是讲投手的部分，甲即阵还未宣布讲啥物投。这个。投手安排，所以这点的部分当然教练团的部分都是针对明仔载要出席的这个名单。所以选手的部分呢，因为去经过一场的比赛了，不管是好歹来讲已经有进入比赛迄个气氛啦。所以第2场绝对是当然啦，大家拢有足好的期待。当然，想讲这个日本队吼真强大的阵容，但是。无比唔知影，希望讲大家拢好好来应战明仔载比赛。是，先摆我加问一个问题吼，他拄仔讲到讲，捌大爱念这项代志，是平常时就会当自我训练，还是讲无每一个选手的这特性都无共款？伊咧选球的时阵，伊的拍法、伊的姿势，伊无一定有通啊遮念着，还是讲？你著看你甲破坏掉，就甲破坏掉，你节奏甲破坏掉，才有通啊！这是安怎看？安怎做？当然有法度进入国家队的每一个就场的选手，拢有这款的这个应该有这种能力啊啦。有这个能力啊！另外一点就是讲，比赛开始的时候，不管
有上场到无上场，随时投选手都在看对方的投手，就是讲伊的配球，甲伊的习惯性，你家己先落好。啊，佮就是讲一轮了后，第二轮了后的时阵，伊的配球安怎讲？所以包括今仔日咱输3分，去拍2支轰人，迄就是对方伊就要掠球嘛，伊要掠球嘛，尤其是迄第二支轰人张毅投迄粒球啊，迄粒球是要挖，伊我著出手。是咧真正要xác定迄个球来讲，伊就是伊就看即个伊较有把握对，啦。所以入去拍的选手吼，除了讲是2粒好球了后啦，2粒好球进前的拍法吼，迄个应变就是讲xác定球足重要的，迄个xác定。比如讲，我就是介意即粒，我就等你。我就是要等你迄粒球来讲。啊，咱有一种讲法就是讲，咱台湾囡仔较惊倒手摆啊。即要安怎讲？应该是咱伫台湾拄着倒手投手哦，几率较无遐济啦。哦，啊个用的迄个倒手投手几率嘛无遐济。咱就平常时咧拍即个季赛的时阵吼，即一季一季咧拍迄个例行赛的时阵吼，迄个对阵的迄个经验有啊无？嘿啊，这往哪差别足大。哦，啊，若是关于着这倒手摆啊，这比较。我的看法吼。澳洲即届3个倒手的投手，对啊，拢真有特色啦，拢真有特色啦。哦，你像第一个比赛，伊就是tem步足紧的，敢若无啥看啥，伊就牵出去啊。啊，过来哦，伊要出手以前，伊脚落的身躯是关起来，所以你无啥看。你唔知伊球按啦。嘿嘿，啊，第二个是哦，够大片的啊，迄这个牵来都。迄个出度足大嘛，哦，啊，那么咱台湾面对倒手投手已经足少啊，佮大家拢有特色啊，哦，啊，佮一个用塞的喎，手佮长，对这边靠入去，嘿，敢若对另外一个车道向塞过来迄种感觉，啊，所以你嘛袂使怪讲咱台湾的选手啥拢惊倒手的比较，咱的环境就是安尼啊。第一，就像前摆讲的，倒手的投手少。哦，啊，第二就是，你像这款奇形怪状的，迄一定搁愈少啊。三位拢有捌打的经验啦，拢有上场的经验。我先来问先摆，恁迄阵时若是拄着倒手摆啊，恁拢安怎去设定想讲哦，这个，因为倒手啊，咱所知啊，因为我家己细汉时嘛吧，知影这个真粗啦，哦，不管是宽度啦，还是这个角度，拢真粗，恁拢安怎设定啊？咱反倒倒来讲吼。迄不管啥物投手投了，爱经过迄个红背时，个爱经过迄个 strike zone 啦。哦，这是第一点哦。哦，第二点就是讲，伊出手的，比如讲伊出手的，伊是1号门、2号门出来。哦，你像咱3个投手，其实3个投手无共款，尤其是第3个投手，对不对？迄可能咱第一个投手是正常一个位，第二个投手是即位出门的拢倒手的，第3个投手是这边。哦，伊的错发的迄个门啊，迄个球道拢无共款，这就是选手的适应能力，迄就是随时伫边啊，无你讲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观察的。啊个就是讲伊的迄个tempo，投手的tempo，嘿，这是讲起来，有当时咱咧讨论是真正讲吼，赛后咧讨论是足简单的，其实真正徛的是徛啊，就无共款，这是有影啦，吼，这是有影啦，吼。来，郭老师。我是认为讲，大家毋免讲较即怪讲咱八大安怎啦吼，因为我是认为讲，即边八大我看即阵啊拄啊好，拢较无介好啦，较低调啦。系啦，因为以前坦白讲，以前咱定下咧滚生就讲，中华队吼拄着左投不会打，怪头不会打，速球不会打，咱即嘛袂啊啦。坦白讲，以前这是差不多20几年前，但是我咧看讲，我认为讲，咱台湾棒球上。伫国际赛上黑暗的所在，应该是伫讲，1992年摕到向个奥运银牌了吼。迄阵啊，一直到差不多2003这10档吼，拄啊好职业棒球选手袂当参加啦。啊，咱足侪人拢走去职棒啦。啊，所以迄足凄惨的。但是即摆我坦白讲，即摆是愈来愈好啦，所以嘛无需要去讲苛责讲安怎。而且上天话来讲吼，你毋是球员，你徛伫遐。无共啦，差真因为我济啦。看到足侪网络上面讲叫我去
拍嘛会使，你去看嘛呢？你就伫遐举香，啪啪啪三球，你就落来啊。你就再见了。他们讲这是这个物件，就是讲你迄后壁人迄训练，迄是偌扎实是偌艰苦，你也知影讲为虾米人会当徛伫遐？迄是偌济，比如讲我讲澳洲好啦，3万几人咧拍，吼是偌济人才会当爬去到遐。所以阮到咱物理课拉无内底就帮我拍，拍个拍上后壁迄个 level 的。阮管定阁有啊，管定阁有2个上高级的 level 啊，阮无法度啊，系啊，所以我是认为讲，吼，而且讲毋是讲足侪物件，比如讲球是圆的啦，好歹阮就歹讲，比如讲三本游生，明仔载三本游生，我讲三本游生去大联盟最后一场是拍啥物？是拍日本的总冠军对阪神，好。迄阵啊，对阪神就我阪神温输啊，无啊，阪神就甲结果解决单杀啊，对无？所以我是认为讲，其实咱唔免去。你柯老师你安尼讲到我真振奋。不然是安尼啊，所以球是圆的嘛，所以你就算讲你赛扬级的投手你嘛会输嘛，对无？第9番、第8番嘛会当拍全垒打。尤其咱这种锦标赛，对，你看。我记忆上前头就讲职棒元年吼，要约虾米人拍第一支全垒打，无人约汪俊良嘛，伊唯一的全垒打就是这支啊，所以第一支是拍啊，所以就是讲球是圆的啦，咱大家莫妄自菲薄啦。无，我是挑工要问这问题，大家听过，唔通就开始安尼一直累，一直写，一直算，算到上后尾，结果算到家己。对。我就是讲啊，看球唔通安尼，爱抱着真欢喜的心情来观赏，这些是健康的嘛，来欢喜。其实我讲头说进前，主持人讲，咱一般咱若是讲球迷，咱看到名单的时阵，应该做什么反应哦？其实我讲咱一般球迷就是卖什么反应，什么反应拢卖。什么反应？你就看球讲啊！点点啊支持就好啊啦。因为我刚刚讲吼，会当讲入去咱台湾代表队的30人的名单内底，代表讲咱台湾2300万人，甲30人会使入去这个名单内底，这是最了不起的一件代志。啊，其实咱嘛伫个2024年摕到世界的冠军，就讲咱台湾棒球的水准，其实是伫一个 level 伫遐，大家拢看会到的啦。当然讲，毋是啥物拢是伊讲啊，咱这边伫世界排名偌济，咱就偌了不起，毋是这个意思。但是讲，咱爱去上场去比赛的这个球员，咱爱有互因一个上基本的尊重啦。譬如讲，咱从这个李浩宇，毋是讲甲他受伤啊，不一定会使拍。第一时间，这个张振宇未传的，就坐飞机就飞去啊！听讲是迄张上尾一张的机票咧，上尾一张咧。我想讲，也是上尾迄个围棋人买去，咱是毋是甲拜托看有啥物台湾人会使票甲扭出来无安尼？对，但是咱看到张振宇啊，嘛无问啥问题。第一时间就直接弄去日本去啊！这个来台看拢就感动的嘛，因为这看到讲咱一个球员啊，为着咱国家啊，伫个这个第一线小战的时阵，咱有需要你的时阵，嘛毋知无加问啥物，随撞过去。我讲这看到这种的场面的时阵，咱做台湾球迷的感动嘛，吼，咱做台湾人的感动就感觉讲，人讲干我看无家政府，我都不爱看呢。是嘛？对吧？我感觉讲，其实会当入这个名单，穿着咱国家队的这个服装来比赛，制服来比赛，拢是上了不起的。啊，虽然讲今日比赛结果毋是咱所期待的，但是咱各有几啊场啊。啊，其实咱嘛，就算讲咱最后无拍去迈阿密，嘛无代表讲咱台湾的棒球无好啊，无代表讲咱台湾棒球无互人感动嘛。我感觉讲，大家一定爱会记得讲，咱这所有的球员，因为着咱这个伫个世界的舞台头顶有好的表现，因付出偌济。甲讲今日去手去用拍着这陈杰宪，偌久无休困啊？大家敢知？2冬外吧。为2024年安尼伊秋季拍完接12强，12强佮接 WBCQ， 佮接2025年的这个例行赛，啊，佮接这个 WBC， 毋偌久无休困啊。所以看到陈杰宪讲，可能爱无法度继续拍。其实我看足侪球迷讲，歹势咧，队长你小休一下好啊，对啊，你辛苦啊。所以我感觉讲吼，看到咱国家队伫这个各个舞台头顶的，甲人
这个面对咱足强的这个对手一相争的时阵，我感觉咱会当做的，就是互因100%的支持，啊，其他拢加讲的啦。先摆吼，在你来看，咱这组吼，澳洲、日啊、韩国、日本，你认为倒一组？因大家都想讲日本上强，但是韩国是下性命，这两档哦，一直针对咱台湾，一直咧针对台湾。你认为韩国今年的准备，你甲看起来？我是感觉对咱来讲是真好现象啦。因为过去这侪年啦，韩国真正会使讲，毋是讲甲咱看作 top 的一个球队啦吼。啊，但是连续几啊年啊吼，不管是啥物款比赛，所以基本上转过来针对咱。其实对咱来讲，咱的心态拢白白，无啥物波浪啦。对韩国队，当然这几年这是一个好代志，对咱来讲是一个好代志。所以讲对韩国来讲，其实伊咧看咱，甲咱咧看伊，无共款呢。无共款。伊即摆 GDP 也输你，我晶片也输你，我棒球要赢你啊！所以我讲一个好代，但是迄是上尾一个对伊嘛吼。但是咱是讲，咱别项莫去想，咱好好啊针对明仔载比赛就好啊。当然啦，咱嘛无法度讲预告讲明仔载有啥物款的结果，但是咱好好啊拍一场好看有诶内容的比赛，明仔载对日本。你甲咱球迷小指导一下，讲咱看一场球赛吼，毋通看这上后尾输赢尔，还是要看啥物？看这马达，还是看这手臂，还是看啥上无安尼记一项吼？譬如讲，阮兜迄个一字球迷啦，要安怎来看野球？伊来个规则小可别啦尔。所以先讲一日球迷啦，吼，当然一日球迷来讲，伊甲一项赢，都喺咱台湾场安尼尔，赢都好哎。但是吼，当然车台球迷千万种、百万种，哦，但是伊对一个球队的需要，尤其对咱台湾队来讲吼，会看较无共款，哦，有诶真正足内行诶，哦，所以我希望球迷甲我看法一致啦。咱明仔要拍一场足好看、足有内容的比赛，甚至于讲，互恁料想袂到，嘛有可能怎拼出来。哦，来，行，这。迄个我感觉吼，有一点啦，啊，当然这是我家己的看法啦吼。咱爱会当欣赏对方的优点。哦，你像澳洲甲咱拍第二项，人迄个啊，迄个是选秀大联盟选秀的状元的。吼，爱拍迄支了，我感觉讲吼。伊这身价会大涨无怪，都迄当选秀会第一名状元啊！吼，遮尔济选秀的伊第一名，伊偌悬180公分尔咧，无介大汉咧。佮收二垒的，二垒内底第一届有人得选秀状元就是伊啊。吼啊！我看伊拍迄支了啊，体会讲哦，无怪人会状元，会真正够拍的。我感觉其实咱。欣赏家己的教球教都真知呢。嘿，啊，咱嘛会当顺续欣赏别人的优点。哦，譬如讲，过来对日本嘛，咱会对着奥塔尼嘛。那么咱的譬如若牵了好，加起来，互伊拗倒起来，嘛介好。啊，若迄个拍红人的，嘛是伊够拍，正常啦。咱嘛会当好啊欣赏伊的打击啊。我是安尼看。所以安尼看这个球赛内容较会精彩啦。是。人看讲咱拍赢啊，拍其他拢无咧看咧。嘿，尤其有当时咱输哦。所以我定咧讲，阮某看球看一半尔。嘿，就是咱咧拍的时候，伊才要看，咱咧无咧拍就无去。这正常啦，啊，但是慢慢啊，咱也会当，像头拄讲的，欣赏有哪欣赏对手。咱输是因为人够拍，毋是咱含咱嘛足好啊，啊，但人嘛足好啊，啊有输有赢安尼啊。安尼看球毋才较有趣味，较有精彩嘛，吼。嘿，上惊输其实我袂感觉足艰苦啊，我是对安排真无欢喜啊。来，柯老师，我是认为大家嘛是莫甲台湾看衰啦，吼。当然啦，今仔日我伫网络，因为我无法度看嘛，吼，上班无法度看，但是我看到足侪。朋友拢是咧讲迄安排的问题啦，迄问题足大嘛，问题足大，当然会去影响到你
emoji 嘛。而且会影响出手。即坦白讲，真正是因为我伫澳洲咧拍球时，为呾嘛会做安排啊。啊，我是较介意较低的球啊，但是迄较悬的球我无要掠，我掠较低的球，我对逐队拢共款啦，吼。但是问题是有诶捌搭袂爽，甲我叫，但是伊毋敢甲安怎，伊袂当甲我拍。伊讲敢若你当安尼讲对，敢若我当安尼讲，是我球是我画的。吼，所以来讲，咱拄着捌搭即种诶，当然会捌搭去拄着即种裁判，其实嘛是会，坦白讲会去影响一寡心情，但是袂要紧啦，反正咱爱随时去调整嘛吼。而且来讲，头有讲来讲，咱其实即10几年来吼，咱全面拢有进步啦，吼，毋是讲以前讲要靠陈金峰。以前是靠陈金峰，吼，啊，无就是靠啥物，但即摆毋是，即摆咱看到大家吼，拢是王牌呢。咱若以前咧看人讲哦，就是2国1庄，吼，啊，过来剩啥物人？啊，92年了后，咱的中华队吼，剩啥物人？剩吴俊良，吼，啊，过来咧。啊，但是即阵啊，毋是咱看了足侪投手吼，随时会当换，捌搭随时足侪来当做第4番啦。所以我讲就讲，咱其实。咱整体上拢已经有起来啦，吼！而且来讲，即马比如讲，不管输球赢球，我认为吼，咱即马莫去检讨，吼，咱有足侪建议当讲，但是问题讲检讨应该是全部比赛了，教练团应该去看这数字去检讨，这是对咱会当更加进步，真正较有帮助，这是真正较有帮助的所在啦。是，欢迎。我感觉这棒球比赛啦，一球一球来。啊，一球一球来，以外一场一场来啦。所以就算讲今日对澳洲哦，咱输去啊，但是我感觉共款啦吼，就是像我头拄仔所讲的，就算讲咱今日赢，咱对日本这场嘛是袂使输的。所以共款一场一场来，后一场要对日本，就是莫搁去想正前的代志嘛，无需要去想以后的代志，就是对日本这场啊，一个打架一个打架，一球一球安尼，咱来面对。啊，这是第一点啦。那第二点，我是感觉讲吼，咱伫个2024年的时阵，咱算讲历史上第一摆伫个12强，咱拍败算讲1级的日本队，迄是第一摆，进前无，啊，即马有啊。所以代表讲，咱已经有成长起来啊，咱即马已经有经验嘛，咱即马看日本队已经。无需要像以前共款讲啊，咱讲拢大概拢做3万2抢1啊，迄个一定日本嘛，所以咱就逐工拢讲啊，咱赢韩国，即马咱已经赢过日本啊。正讲日本队哦，毋是讲迄落2级的比赛，1级的比赛，就算讲咱讲伫12强，真侪人讲啊，迄真侪即个MLB 一季拢无拍，嘿，安怎啦？啊，毋过我感觉讲，既然咱已经伫个2024年12强拍败日本，摕到冠军。而且是伫个日本哦，日本拍赢日本哦，摕到冠军，就代表讲，咱其实无需要去甲日本当作讲，敢若是天顶的一粒星，吼，咱敢拢会使拢来抬头来看咧。咱其实会使正实际来甲面对讲，咱其实即马是一场比赛，咱每一个对手拢足强的，咱对每一个对手拢足尊重的，但是无代表咱需要去看轻咱家己。所以我感觉讲。面对明仔载的比赛，其实就慢慢无需要想多，无需要讲因为讲你的对手是这个山本优生足强的哦，这咧斗起摕世界大赛的冠军，冠军摕 MVP 偌厉害，其实像我头仔讲的，就算讲是山本优生，伊嘛差不多60球安尼啊，慢慢甲伊撸，有耐心，慢慢去用你的这巴达去念迄个球，慢慢甲伊去周旋，你甲。山本优生60球牵完以后，伊嘛是爱落去啊。伊嘛是爱落去，伊嘛需要换人啊。所以讲，其实我感觉可能无需要感觉讲足恐怖的嘛，无需要讲心内感觉惊吓啦，对家己也有信心。啊，我对明仔载比赛嘛是足有信心的啦，一场一场来，一球一球来啊。结果咱就顺其自然。尤其这种国际性的锦标赛吼，上后尾要请先辈来讲一下吼。恁过去咧参加这种国际性的锦标赛，你拢安怎家己讲什么话？啊，面对安尼遮侪，尤其是顶头，每一个人排国旗，啊，佫画这个台湾这字字的，你拢安怎家己讲？我希望明仔载这场比赛吼，拍、手、
走、甲讲，每一项家己拢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哎，认真的每一项啦，拢家己拢是一个关键的选手。哦，所以咱就来斟酌看，嘛要看对手啦，吼。好，感谢，感谢。